度係屬於人夫嘅。呢本書嘅書名就好長啊，人生沒有長度，可以用忍耐來浪費。但係喺我哋依家真係百物騰貴啊，世界發生咁多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時候咧，呢本書都自己係當頭棒喝，可以提醒大家啊，有啲嘢應該要忍嘅，但有啲嘢忍耐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嚟㗎，擰轉面或者行開會唔會係更好嘅選擇都好啦。有時有啲人成世喺度忍。嗱，呢個可以轉右轉，我話咁似 U 槍喎，所以應該係 U 一槍，亦都 U 得到。如果之前做落嚟睇落就話係忍，跟住長啲嘅個諗法，佢教咗我啲咩？咁佢呢一本書嘅主張係點？嗱，佢嘅主張就係話人第一，佢就叫活出自己的故事，就是對自我的肯定啦。咩叫活出自己的故事咧？因為原來作者咧，人生上半場係一個表面睇落好順遂、好成功嘅人生，響東京都開設嘅內科診所做醫師，即係我哋話名牌大學畢業啦，人所共知甚至羨慕嘅職業啦，響東京立足生存到都唔容易㗎。但係點知10年前身邊嘅親人就做咗一啲傻事，令到佢就除咗叫工作專業以外咧，投入咗啲醫療人員心理健康嘅自救活動，發覺好多人流落響呢個城市打拼之後表面風光啦，各有各呢度就可以去到日豐停車場。原本勝利組，但係冇一啲各種嘅意志同動力嘅話咧，佢就開始發覺要處理一啲人嘅叫做情緒，或者亦都使實去成功，物質充裕都好啦，甚至畢業於所謂頂尖大學，使失住路有開啲路嘅資源咧，又可以去到街市啊。叫缺失或者痛苦，於是佢就諗啦，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嘅喎，咁點解你要活出他人嘅期望啊？社會對你嘅期待或者標籤，而唔係揾自己真正嘅古仔或者所謂嘅人生任務咧？個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曾經講過，當社會因為人哋嘅努力而變得更好、更富足嘅時候咧，會有更多人因為冇嘢好做而變得不幸。即越富裕嘅社會啦，即係我哋物質充裕又好啦，父母開始唔會我哋以前年代咁打小朋友啊、鬧小朋友，而係處處呵護佢哋，亦都冇太多物質或者經濟嘅壓力嘅時候，啲小朋友反而好似冇乜動力啊，或者冇乜一啲嘅叫做經歷太過溫室而冇一啲考驗嘅，咪就係我哋現代普遍社會面對嘅問題咯。即係第一。